人快，别人那个讲起来飞出去啊！先摆大概拢中甲唔知人，不过伊讲球完全无死角啊，咱的投手规群拢挡伊袂掉呢。暂停比赛，有紧急的代志，通投手害老师请我斗相共。你看来，若无细字，我阁要提早甲比赛结束啊！大酷比，你敢会使跟我做伙来去？搁要食出小树林汤啊！哦，别烦恼啦，我有个小可改良过，口味较丰富啊。无人去咧。伊到底去倒位咧？我老师讲，人蝶同学已经一礼拜无来上课啊。老师真烦恼，想要叫我去做家庭访问。不过，大概来到这区，我拢有淡薄仔惊惊呢。有我伫咧，袂有危险，安心啦。而且这敢若日头笑袂入来，较阴尔，有啥通惊的？我惊的毋是这，我惊的是。这是啥？鸡叫！妈咪啊！你快出来咪！倒位来的公鸡，竟然比我这个电波更较惊！你当卖青椒啊！这就是我惊吓的物件啦！这是啥？鬼子，有一种草仔味。这是人蝶同学的屎。人蝶同学从早前就常常狂赛做球，但去足远的所在，真正来找伊的时阵，有几老摆我险险啊，互弹着呢。这个囡仔哪会这么假死哈？伊是唔知影赛若激着人，足危险的哦。毋是你想的安尼，人蝶同学自细汉就无父母照顾，家己生活，家己做事，搁爱预防互人甲假死，所以伊会甲晒等甲歹人毋则袂找着伊的手。毋过无定着因为这个缘故，伊定定秘伫厝，无爱去学校，所以话伊伫咧想讲有啥物办法会使互伊搁较有自信，愿意行出门去读册。阿美啊，你真正是伟大的教育家呢！人蝶同学，阿美老师，我无爱去读册，你莫搁打电话来啊！我知影你行出门会互人诈去，毋过学校足安全呢，同学嘛足烦恼你咧。这袂咧，不敢感觉我是一个学袂当赛的教师人啊！大家人拢有优点甲缺点，你莫拢想家己的缺点尔，你嘛会使想你的优点啊，安尼你会较有自信。优点啊，我会使驾驶用1秒钟1.3公尺的速度，赶去半米远的所在哦。敢有算是优点？安尼等于身悬180公分悬的投手，用轻击级的速度加球弹去72公尺远。动作同学，这毋若是优点尔，根本就是技巧。这嘛风伤大！这是我第一届做放大糖的实验，若成功会当帮一个囡仔建立自信，迄就真得啦。弄着同学加油，莫紧张，就像你平常时啊表现就好啊。好大你都来，我毋是互人吓大汉的哦。是咧，因为我放大糖食了，伊腹肚就怪怪。我吃龙角的药糖，会包伫叶仔做叶包保护家己，搭配汤包正前，另外7倍介绍。放屎的时，粪口有积水的构造，会先甲屎粒咧，互血压快速痉管，把人加压催化完，把细球喷到体长40倍远的所在，透过叶包附近的歹人引开哦。调查完成，10步拍。球哪会搁伫我遮？